也是我的先生世界的开导啊，因为药量有较超过，直到伊伫昏迷，安尼正烦恼的时，咱的蔡牧师常常去伫病院内底探访，伊甲我讲啊，咱的教会有中保代祷团为阮伫守望祈祷啊，伫遐我甲上帝讲啊，主啊，你若互中电兄会当早一日啊来恢复啊，阮两个人嘛要来参与伫即个中保代祷，为着侪人的需要啊来伫遮守望，感谢主，阿们。我之所以会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，是因为有一阵子觉得自己心里觉得很空虚，然后就想说不知道可以做什么，然后后来就是跟姐妹一起来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。接下来第2个礼拜的时候，就是代祷完回家的路上，我心中感到非常的喜乐，因为我就觉得，原来我也是可以祝福别人，然后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身边有一些好朋友，他们会跟我分享一些他们的心情，还有一些难处。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为他们做什么的时候，就会问他们说：“我为你写张代祷卡好不好？”他们都会说好。那我也为他祷告。那真的可以看见神的祝福在身边的好朋友还有亲人的身上，很感谢主，也谢谢代祷团的同工。以代祷式的中间，互我体会到疼甲扶持的喜乐，甲上帝三角亲密的喜乐，以及对人的疼甲保密的这种的需要，将这需要代祷的事项透到天庭来摇动上帝的手，加做芳芳的祭，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食。在中保代祷10几年来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一直在为教会的事工祷告，为教会牧者的意向来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的代祷守望是启动神一切工作的最重要的根源，所以每当在代祷室为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，心里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，而且在数十年后也能够看到神真的成就我们在10年前为教会所祷告的事情，神一一成就，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哇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快乐。